董卓，現任河東郡太守，係嗰種冇乜本事但係脾氣唔細嘅人，一向驕傲自大，目中無人。呢次因為劉備佢哋三個出身卑微，而冷落咗劉備。劉備本身係個性格溫和嘅人，但係嗰個火爆脾氣嘅張飛邊度受到呢口氣啊？攞把刀就要衝入帳幕去殺董卓。劉備同關羽即刻上嚟制止，話啦：佢係朝廷派嚟負責征討黃巾軍嘅，你點可以隨便殺咗佢呢？張飛好嬲，就話：我唔殺呢個混蛋，仲要聽佢話，呢口氣點過得去啊？兩位哥哥，你哋中意就喺呢度啦，反正我要自己投奔去第二度。劉備話：我哋兄弟義同生死，點可以隨便講分離嘅呢？我哋三個一齊投奔去第二度就係啦。張飛話：如果咁樣嘅話，我老張啲口氣都可以稍微舒減啲。於是佢哋三個就帶領手下軍士連夜投奔朱雋。朱雋盛情接待咗佢哋，周圍望咗一下，兩下合兵一處，進軍討伐張寶。呢個時候，曹操正跟隨皇甫軻討伐張良，佢哋雙方喺曲陽展開決戰。朱雋率領軍隊向張寶發起攻擊，張寶帶領手下大約8-9萬人駐紮喺陽城鳳凰山嘅北面。朱雋命令劉備做先鋒官，帶領部隊喺前面衝鋒。張寶派遣副將高升出馬叫戰，劉備派張飛迎擊。張飛縱馬挺起丈八蛇矛，同高升戰到一處，3個回合未到，張飛大哮一聲，哇！一槍挑咗高升落馬，雙方戰到一處，互有傷亡。混戰一番之後，張寶慢慢抵擋唔住，即刻撤退。呢個時候，左有關羽，右有張飛，都一齊衝殺。劉備同朱雋都隨後趕到，黃巾軍大敗。劉備好遠咁望見地公將軍嘅旗號，就飛馬追趕。張寶落荒而逃，劉備射出一箭，正射中張寶嘅左臂。張寶大戰逃脫，退入陽城之後關閉城門，堅守唔出。黃巾軍起義，劉關張立大功。朱雋派兵將陽城團團圍住，
同時命令人去打探王虎踞嘅消息。探馬回報話，王虎踞將軍大獲全勝，朝廷因為董卓屢次戰敗，命令王虎踞取代佢指揮軍隊。等王虎踞接任嗰時，張角已經病死，由佢三弟張良繼續統率部隊。王虎踞連贏咗7陣，喺曲陽城斬殺咗張良，掘開張角嘅墳墓，將屍首剁成肉泥，將人頭斬落嚟送去洛陽。佢手下嘅黃巾軍大部分都投降，朝廷加封王虎踞為車騎將軍、領冀州牧。王虎踞又上表陳奏盧植有功冇罪，朝廷俾盧植官復原職。曹操都因為戰功任命為濟南相，呢幾日就要班師回朝去赴任啦。朱俊聽到呢個消息之後大喜過望，即刻催促部隊全力攻打陽城。呢個時候，黃巾軍趙雲、韓忠、孫仲又聚集咗幾萬人馬，號稱要為張角報仇。朝廷再命令張晉去打呢一場仗，張晉即刻進軍。當時黃巾軍盤踞喺縣城，朱俊帶兵攻擊，趙雲派遣韓忠出城迎敵。朱俊派劉關張，即係劉備、關羽、張飛喺城西南角進攻，韓忠率領精銳部隊嚟到西南角守衛。朱俊親自帶領2000鐵騎直取城東北角，眼睇戰事危急，韓忠即刻放棄西南角返歸。劉備乘機隨後掩殺，黃巾軍大敗，退去縣城之中。朱俊帶領軍隊離開城10公里，安營落寨，正準備攻城嘅時候，忽然間見到東邊有一支人馬嚟到，為首嘅係一個將軍，生得方面闊額，虎背熊腰。原來呢個人係吳郡富春人，姓孫，名堅，字文台，係孫武嘅後代。孫堅喺17歲嘅時候，跟隨父親坐船去錢塘縣做生意，啱啱遇到10幾名海盜搶劫到商人嘅財物之後，聚集喺岸上分贓。孫堅對佢爸爸話：呢幫賊寇，我可以捉住佢哋。孫堅大力咁攞刀跳上岸邊，大聲嗌，東西指揮，好似喺度嗌人捉佢哋咁。海盜以為官兵馬上到啦，即刻丟棄搶劫到嘅財物走佬。孫堅乘機追趕，殺咗1名海盜。從此，孫堅喺郡縣裏面名聲大振，被推薦擔任校尉嘅職位。講返縣城之戰，朱俊派兵分4面將城圍住，城中斷糧。韓忠派人出城投降，朱俊斷然拒絕。劉備話：當年高祖劉邦之所以可以平定天下，主要係因為可以招降納順。將軍點解唔接受韓忠投降呢？朱俊話：此一時彼一時，當年秦國同項羽時期，天下大亂，民無定主，所以要招降上父，爭取力量。而家海內一統，只有黃巾軍興兵作反，如果俾佢投降，咁就唔可以警告天下。如果呢啲賊得到好處，就肆意劫掠，戰敗之後就投降。呢種做法等於助長賊寇嘅勢力，唔係好方法。劉備話：將軍你都講得啱嘅，但係而家我哋將城池圍困到好似鐵桶咁，嗰啲賊寇佢哋想投降又投唔到，一定會搏命一戰嘅，萬眾一心，尚且都冇辦法抵擋。
何況城裏面仲有幾萬搏命抵抗嘅賊寇呢？我睇不如切咗東面同南面嘅部隊，淨係向住西面同北面兩個方向進攻，賊寇一定會乘機棄城而逃，無心戀戰。咁我哋可以喺後面追擊佢哋。朱俊認為劉備講得好有道理，隨即撤走東南兩面軍馬，專門攻打西面同北面兩個方向。韓忠果然好似劉備所諗嘅咁樣帶兵棄城而逃。朱俊同劉關張率領三軍隨後掩殺，射死咗韓忠，其餘都四散奔逃。正在追趕嘅期間，趙雲同孫仲率領黃巾軍援兵嚟接應，雙方戰到一處。朱俊睇到對方人多勢眾，即刻領兵退回。趙雲乘機又奪佔咗縣城。睇到黃巾軍起兵作反，孫堅就聚集本鄉裏面嘅青年同商女，加上懷氏派嚟嘅精兵，一共1500幾人嚟接應。朱俊好開心，就命令孫堅攻打南門，劉備攻打北門，朱俊親自攻打西門，留低東門放黃巾軍逃命。孫堅斬殺守城嘅黃巾軍20幾人，其餘都嚇到即刻走。孫堅搶過趙雲嘅武器，刺殺趙雲，然後騎上趙雲嘅戰馬衝鋒陷陣。孫仲帶領手下嘅士兵衝出，正好迎見劉備。佢一早已經無心戀戰，只係喺度搏命走。劉備射出一箭，正好射中孫仲，孫仲翻身落馬。朱俊嘅大軍隨後掩殺，斬首幾萬，投降者不計其數。從此以後，南陽一路10幾郡全部平定。朱俊帶領得勝嘅士兵班師回京，皇帝下詔封朱俊為車騎將軍河南尹。朱俊上表奏報孫堅、劉備等人嘅功勞。孫堅被封為別郡司馬，只有劉備等咗好耐都冇得到封賞。兄弟三人悶悶不樂，無所事事咁喺大街上流連，正好撞見直郎中將軍嘅車隊過嚟。劉備見到之後，詳細陳述所立嘅功績。將軍大吃一驚，即刻朝見皇帝話：前排黃巾軍作反，都係因為十常侍賣官鬻爵，非親不用，非仇不誅，搞到天下大亂。當今應該先斬殺十常侍，掛佢個人頭去南街示眾，派遣使者報告天下，有功嘅重加賞賜，就四海自然清平無事。十常侍一齊跪低奏報：將軍欺主罔上，應該斬首。皇帝命令左右武士推出將軍斬殺。十常侍私底下湊埋一齊商量，咁肯定係破黃巾有功嘅將士得唔到封賞，搞出嚟嘅怨言，不如暫且俾官府先登記佢哋個名，等第時再處理都未遲。劉備因為功勞被封賞為定州中山府安喜縣尉，接到任命書即刻赴任。劉備將招募嘅士兵遣散返屋企，淨係帶手下嘅近身隨從20幾人同關羽、張飛去安喜縣到任。佢任職1個幾月，對老百姓秋毫無犯，老百姓都好感激。劉備同關羽、張飛喺一張台食飯，喺一張大床瞓覺。如果劉備喺人多嘅地方坐喺度嗰時，關羽、張飛就侍立左右，成日都唔攰噶。劉備
到縣任職未夠4個月，朝廷又降下詔書，凡係因為有軍功封賞為官員嘅，會揀一部分嚟淘汰。劉備啱啱好就喺其中啦。朝廷派大使督郵去各地方進行專門嘅巡察，呢個督郵全名叫做元衣督郵，就係烏龜嘅別名。你想象一下，呢啲烏龜王八蛋拎住尚方寶劍周圍去，可以做咩好事呢？梗係刮盡地皮，搞到民怨載道啦。其中一名督郵嚟到安喜縣城，劉備即刻帶關羽、張飛出城迎接，面見督郵之後，躬身行禮。督郵坐喺馬上，只係輕輕咁用馬鞭點咗一下作為回應。關羽、張飛都好嬲。等到安排食宿之後，督郵向住南面坐喺度，劉備就企喺台階之下。督郵望咗劉備好耐，見劉備冇見面禮，就問劉備啦：劉員外係咩出身噶？劉備答：劉備，我係中山靖王嘅後代。自從殲滅黃巾軍之後，大小30幾場仗都有少少功勞，所以被封賞喺度做縣尉。督郵大喝一聲話：你竟然大膽妄稱皇親，虛報公職！而家朝廷下達詔書，就係要淘汰你哋呢班濫官污吏。劉備只能夠咁樣退出。劉備返到衙門裏面，同身邊嘅縣吏商量。縣吏話：督郵作威作福，不過係向你要賄賂啫。劉備話：我一直對老百姓秋毫無犯，邊有財物送俾佢啊？第二日，督郵先將縣吏捉咗去，迫使縣吏誣告劉備貪贓枉法。劉備3番5次去求情，都俾督郵嘅手下擋喺門外。話說呢邊張飛自己飲咗幾杯悶酒之後，經過門前，睇到有50、60個老人都喺度痛哭。張飛落馬問點解咁啊？老人佢哋答啦：督郵必須遠離誣告劉員外，我哋都嚟苦苦求情，但係都唔俾入去，仲俾佢哋打。張飛聽到好嬲，睜圓突眼，咬碎鋼牙，衝入去大門裏面。把守嘅邊度阻擋得住啊？張飛幾步就踏入後堂，睇到督郵正坐喺大廳之上。張飛截落花園裏面一條柳條，向住督郵2隻腳用力打，一連打斷咗個柳條10幾支。劉備正喺出面發悶，突然間聽到縣衙裏面好嘈，即刻問身邊嘅隨從。隨從話：張將軍，我綁緊一個人喺院前面痛打。劉備即刻入門睇下，睇到被綁住嘅正係督郵。劉備即刻問：點解啊？張飛話：呢啲害民賊，打死我算啦。督郵即刻求告劉備話：袁德公，救我條命啊！劉備本身係仁慈厚道嘅人，見督郵求饒，就即刻嗌張飛收手。呢個時候，關羽都講過嚟話：兄長，你建立咁多功勞，但係淨係被封為縣尉，而家仲俾一個小小嘅督郵侮辱。我認為叢林荊棘裏面最終唔係棲鸞鳳之所，不如殺咗督郵之後棄官回鄉，再圖謀遠之計。
劉備於是就教訓佢話：你殘害百姓，應該而家就殺咗你，暫且放過你呢條狗命。督郵返去之後，報告咗定州太守，太守下達公文去省府揾人去捉劉備。劉關將佢哋去代州投奔咗劉恢。劉恢知道劉備係漢室宗親，匿埋喺屋企唔提呢件事。呢個時候，十常侍大權在握，私底下互相傾好，只要有唔服從嘅，即刻誅殺，手段要狠要毒。趙忠同張讓派人向平定黃巾軍有功勞嘅將士索取金帛，唔聽嘅奏上朝廷罷佢職位。王府薅同朱俊都唔肯送禮，趙忠等等奏報罷免佢嘅官職。皇帝又封趙忠等人為車騎將軍，張讓等等13人為封列侯。朝政越嚟越混亂，人民怨恨。冇幾耐，漁陽張舉、張純作反，張舉自稱天子，張純自稱大將軍，告急表彰，好似雪片咁飛去京師。十常侍都私底下收埋佢，唔奏報皇帝。有一日，漢靈帝喺皇宮嘅後花園同十常侍一齊飲酒，簡議大夫劉陶走到皇帝嘅面前，跪喺度喊。漢靈帝就問點解啊？劉陶話：主公啊，天下危在旦夕，陛下仲有閒情逸致，同呢啲閻宦一齊飲酒。漢靈帝莫名其妙咁問：國家升平，邊度有咩危急呢？劉陶話4里來，盜賊蜂起，侵略州郡，呢啲都係因為十常侍賣官害民，俾君罔上。朝廷裏面正直嘅人都走晒，大禍就喺眼前啦。十常侍都除低帽，跪喺漢靈帝前面喊：我哋大臣不被容納，我哋都活唔到落去啦。我哋願意留低老命，回歸田里，將我哋嘅家產全部都充當軍用。漢靈帝好嬲，佢對劉陶話：乜你就冇幾個好親近嘅朋友咩？你自己都有親朋好友，點解唔俾我都有幾個好朋友呢？於是嗌手下嘅武士推出劉陶斬殺。劉陶大嗌話：臣下死咗一啲都唔可惜，我連漢室400幾年天下到今日即刻就玩完啦！武士押住劉陶出門，正要行刑，旁邊一個大臣喝住話：唔好落手，等我去皇上面前勸諫。大家一睇，講嘢嘅係司徒陳擔。陳擔入去皇宮，問漢靈帝話：劉陶犯咗咩罪要殺頭啊？漢靈帝話：佢毀謗我身邊嘅大臣，侮辱我嘅威望，梗係要殺啦。陳擔話：天下嘅老百姓都想生食十常侍嘅肉，陛下你就對佢哋敬如父母，佢哋身上冇一寸功勞，但係就被封為列侯，
何況前番封誓等人連結黃巾軍，想喺內部接應。如果陛下仲唔反省，社稷即刻就會崩摧。漢靈帝話：封誓作亂呢件事都仲未查清楚，十常侍咁多人，乜就冇一兩個忠臣嘅咩？陳擔用頭撞台階苦諫，漢靈帝好嬲，命令武士推出陳擔同劉陶一齊混入監獄。當日夜晚，十常侍就派人喺獄中謀害咗佢哋。另一邊廂，十常侍假託漢靈帝嘅詔書，任命孫堅為長沙太守，出兵討伐歐星。未夠15日，捷報傳嚟，江夏平定。漢靈帝下詔封孫堅為烏程侯。漢靈帝跟住又封劉虞為幽州牧，帶兵去漁陽討伐張舉同張順。代州劉恢上書信推薦劉備去見劉虞，劉虞好開心，任用劉備為都尉，帶兵直奔賊寇嘅巢穴。劉備大戰幾日，挫倒佢嘅銳氣。張順一向兇殘暴戾，士卒發生兵變，帳下有名頭目刺殺咗張順，將首級獻上，然後率領部下嚟投降。張舉睇到大勢已定，懸梁自盡，漁陽自此平定。劉虞上表就請劉備大功，朝廷赦免咗劉備鞭打督郵嘅罪，封為下密縣丞，跟住又升為高唐縣尉。公孫瓚又表奏劉備嘅前期功勞，推薦佢做別部司馬，出任平原縣令。真係好消息，一個接一個。劉備嚟到平原縣之後，前糧軍馬充足，重整舊日氣象。劉虞因為平定賊寇有功，被封為太尉。189年4月，漢靈帝病重，宣召大將軍何進入宮商議後事。呢個何進出身於屠戶之家，因為妹妹生得國色天香，入宮之後被封為貴人。後來生咗王子劉辯，於是被立為皇后。何進因此被皇帝任命為手握兵權嘅大將軍。漢靈帝又寵幸王美人，生咗王子劉協。何皇后好妒忌，派人用毒酒殺咗王美人。王子劉協俾董太后養大。董太后勸過漢靈帝立劉協為太子，皇帝都好中意佢，想立佢為太子。當時漢靈帝病重，佢召中常侍入嚟話：我想立劉協做太子。中常侍話：想立劉協為太子，就要先殺咗何進，以絕後患。漢靈帝聽佢嘅建議，於是宣召何進入宮。何進行到皇宮門口，司馬潘靜靜咁同佢講：大將軍唔可以入宮噶，佢哋想謀害你啊！何進大吃一驚，即刻返到住所，召集大臣商量，想將宦官全部殺晒。座位上有個人挺身而出話：宦官呢班家伙貪政，最初喺聰帝同七帝在位嗰時，上下根基都好深，點殺得晒佢哋啊？如果謀劃唔夠機密，仲會有滅族之禍添。大將軍，你諗清楚啊！何進一睇，
原來係典軍校尉曹操。何進鬧佢話：你等小輩點知道朝廷大事啊！正喺度猶豫不決嘅時候，司馬潘靜靜咁走過嚟報告話：皇帝已經駕崩啦，而家十常侍佢哋喺度商議秘不發喪，下假詔書宣召何國舅入宮，殺咗你之後滅絕後患，然後冊立王子劉協為帝。仲未講完，漢靈帝嘅詔書就到啦，即刻宣召何進入宮，商定後事。曹操話：而家最急嘅事係先定咗皇帝繼承人，然後再圖謀消滅宦官。曹操向何進獻咗計謀。何進問左右大臣：邊個咁跟住我去冊立新君，討伐呢班賊呢？其中一個挺身而出話：我願意率領精兵5000，斬關入內，冊立新君，殺晒啲閹豎，掃清朝廷，以安天下。何進一睇，原來係司徒袁逢嘅仔，叫做袁紹，現任司隸校尉。何進好開心，點起5000名御林軍，袁紹全身披掛指揮，何進帶領大臣30幾人相繼進入皇宮裏面。佢哋喺漢靈帝嘅靈柩前面扶立太子劉辯繼承帝位。各位官員全部退出宮中。第二日，何太后任命何進擔任尚書，其餘人等都封官職。董太后宣召張讓等人入宮商議話：何進同佢嘅妹妹一開始係因為我抬舉佢哋先有今日，而家佢個仔做咗皇帝，內外臣僚都係佢嘅心腹，權勢太重，我點可以對付佢哋呢？張讓稟奏話：娘娘，你可以親自臨朝垂簾聽政，加封王子劉協為王，加封國舅董仲做大官，而且掌握軍權，重用我哋呢班人，大事可圖。董太后大喜。第二日臨朝，董太后降旨加封王子劉協為陳留王，董仲為驃騎將軍，張讓等人共同干預朝政。何太后睇到董太后專權，喺宮中專門擺設筵席，邀請董太后赴宴。酒至半巡，何太后起身對董太后拱手話：我哋都係婦道人家，唔適合參與朝政嘅。呂太后都係因為掌握重權，最後宗族1000幾口都被斬殺。而家我哋應該深居九重宮裏面，朝廷大事可以由大臣元老佢哋商議，呢個係國家大幸，希望你可以聽我一勸。董太后好嬲，就話啦：你因為妒忌，用毒酒毒死咗黃美人，你以為大家唔知咩？而家又恃住你個仔係皇帝，同你哥哥何進嘅勢力喺度胡言亂語。我而家殺咗你哋兩兄妹，就好似翻一下手掌咁簡單咋。何太后都好嬲，就話啦：我好言相勸，你點解咁唔識抬舉呢？董太后話：你哋兄妹都係殺豬湯羊出身，點會有咩高明嘅見識啊？兩位太后爭吵不休，張讓等人都勸佢哋返入宮裏面。何太后連夜召見咗何進入宮，將剛才發生嘅事講一次。何進返到王府裏面，召集三公商議呢件事。
第二日早朝，有朝廷大臣奏請，話董太后原本係凡妃，唔適合久居宮中，應該送去河間府安置，限期立即離開洛陽。一面派人送董太后去河間，一面點起禁軍圍住驃騎將軍董仲嘅住宅。董仲知道事情已經無法挽回，就喺後堂拔劍自刎，家人放聲痛哭，軍士先撤回。張讓同段貴佢哋見到董太后呢一派已經冇咩勢力，於是都一齊轉向用黃金珠寶呢啲嘅物件巴結何進嘅弟弟何苗同何進嘅母親武陽君，表示方便嘅時候向何太后多多美言，所以十常侍又重新得勢。話說董太后被毒死，何太后嘅反對勢力被消滅咗一大部分。過咗冇耐，何進入宮同何太后講，話想誅殺宦官，但何太后反對，話先帝一走就誅殺佢舊有嘅宦官，咁樣唔係好尊重。何進本身係個優柔寡斷嘅人，袁紹之後問佢呢件事點樣啊？何進話太后佢唔肯啊，我都冇計啊。袁紹話可以召集四方英雄，帶兵嚟京城殺盡呢啲宦官。呢件事好緊急噶，唔到太后唔准。何進話咁都係條妙計嚟嘅。於是何進就召集軍兵趕去京師。主簿陳琳話咁唔得喎，你調外部嘅大臣走入京師，到時候咁多路嘅英雄聚集埋一齊，點知佢哋點諗㗎？如果佢哋搞起亂上嚟，唔單止唔成事，仲會搞出個亂子喎。何進大笑話你呢個真係懦夫嘅短淺見識。旁邊有一個人拍手大笑話哈哈哈哈哈！呢件事易如反掌，仲有咩好討論啊？大家睇講嘢嘅淨係曹操，想知曹操仲有咩說話講，且聽下回分解。